望，更不要惧怕，全能的上帝保护你。重担又疲乏软弱无助的时候，全能上帝他必看顾你。人生的惊涛骇浪临到的时候，全能上帝他必保护你。主你是我的磐石，主你是我的山寨，主你是我的盼望，我的力量，我的耶和华。总有软弱无助的时候，全能上帝他必看顾你。人生的惊涛骇浪临到的时候，全能上帝他必保护你。主你是我的磐石，主你是我的山寨，主你是我的盼望，我的力量，我的耶和华。主你是我的磐石，主你是我的磐石，主你是我的山寨，主你是我的盼望，我的力量，我的耶和华。主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山寨，是我们的盼望，他是我们可以依靠的神。但是很多时候，当我们将呼求的时候，为什么上帝的帮助没有来呢？我们的依靠在哪里呢？因为许多的罪拦阻了我们去领受那个磐石跟依靠。我们常常体贴我们自己的肉体，而忘了去仰望，单单仰望神。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真的是要为我们自己的罪来献上祷告，因为这样的罪常常控诉我们，说我们的神在哪里呀？控诉我们说我们不好。我们在神的眼中是那个宝贝，是最好的，所以我们要开口求神断开那个撒旦的那个攻击，跟他的诡诈的言语，认我们自己的罪，我们知道跟不知道的罪，我们在上帝的面前说，求神用他的宝血来洗净我们，让我们有一颗清洁的心来领受，来亲近这位神。我们又为这块土地的献上祷告。我们台湾这块土地犯了许多的罪，我们有许多拜偶像的灵，我们许多爱世界的灵在这个地方，贪婪的灵在这个土地上。所以我们这个时候，我们特别为这块土地来献上祷告，为我们所犯的罪来献上祷告，为这块土地代求，求神能够洁净这块土地，让神喜爱居住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开口来为我们自己的罪，为我们自己在这所占的这块土地所犯的所有的罪，我们献上祷告求神来光照，求神来洗净。我们开口来祷告。神啊，求你来炼净我们，求你来光照我们，求你来洗净我们。主啊，我们特别在这个地方献上祷告，因为我们只要认我们自己的罪，你是信实的，你是公义的，你必定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让我们有一颗清洁的心来亲近你。主啊，我们单单要聆听你的声音，不要聆听世界的声音，我们单单去仰望你，不要受到魔鬼撒旦的这些诱惑迷惑。主啊，我们承认我们在生命当中许多的软弱，但是求神赐下刚强壮大的灵给我们，让我们胜过一切的困难，胜过一切的挑战，胜过魔鬼的撒旦的攻击。主啊，让我们知道常常用你的话语来坚固我们自己，让我们可以这样走在神合神心意的道路上面，不偏不倚。哈利路亚！求神帮助我们，特别为这块土地献上祷告，求神洁净这块土地，让
这块土地许多拜偶像的灵就离开，许多贪婪的灵就离开，贪心的灵就离开，许多怨恨的灵就离开这个地方，让这个台湾这块土地成为神所喜爱居住的地方，让神你的亮光光明就照亮在这个黑暗的地面上。哈利路亚！是的，主，求神与我们同在，用你的宝血来洗净我们。主啊，我们所有弟兄姐妹在你面前诚心的向你祈求，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这悔改的祷告能够通达到你那边去，也求神赐下你宝贵的宝血来完全的洗净，完全的斩断，用你圣灵的宝刀来砍断一切的捆绑在我们生命当中。还都要试着做我们这样恳求的祷告，都是奉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这个时候我们为几件事情来祷告，我们为我们这个国家、为社会祷告。所以我们昨天刚经历了一场选举，不管选举的结果怎样，我想我们要完全依靠神，而不是依靠人。依靠人真的是不可靠，依靠什么政党都一样。我们的生命要完全交给神，我国家要交给神。当然，我们要为我们所选出的这些县市长、这些议员，我们献上祷告，为这些地方首长献上祷告，求神能够帮助他们有一颗怜悯的心、好公义的心，帮助他们有机会来认识这位独一真神。当他们愿意依靠神的真理来治理这个地方、治理这个国家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得到完全的平安，才可以得到完全的神的祝福。所以我们真的要为台湾这块土地，我们的社会，特别为昨天所选出来的这些我们的首长们，我们为他们来提名来祷告。第二个，我们为台湾的众教会献上祷告。我们台湾的教会真的需要被兴起，不要翻转。我们教会要在台湾这块土地上要成为一个亮的灯塔，让所有的教会都成为可以让灵魂得到帮助、得到翻转的一个地方，让教会为这块土地愿意来付出，特别是传福音这个使命。所以，我们开口来为国家社会来献上祷告。我们特别为台湾的众教会也献上祷告求神唤起他们起初设立教会的那个火热的心，为了这个土地来祷告、来奉献、来传福音。我们开口来为这样的事情来祷告。亲爱的父神主，我们这个时候特别为我们国家献上祷告，为我们这个世界献上祷告，为我们面临的国家所面临的困境来献上祷告。神求你掌权在这个地方。主让所有的执政者，让所有的地方首长知道有如何来用神给他们的智慧能力来好好的来治理、来管理这块土地让我们因为他们的好怜悯，他们的一个好公义，让我们可以因为这样子而享受到极大的平安跟丰盛。主我们面对疫情的搅扰神都保守我们一路都平安未来的道路，求神继续的掌权作王。主我们特别将我们台湾的众教会献上祷告求起兴起更多的弟兄姐妹愿意为台湾这块土地来献上祷告。特别教会在每个地方真的都能够高举十架，做好的见证让更多人因为这样子来认识神。主让我们的台湾这个地方成为神你喜爱居住的地方，来翻转这块土地让我们远离恶行，让我们这块土地成为神祝福的一个地方。主我们特别将我们的国家、将我们的社会将我们台湾的众教会共敬拜在神的手里，愿神亲自的掌权。这样祷告，奉主基督圣名求，阿们。我们第二个为我们自己来祷告，我们自己跟我们教会弟兄姐妹祷告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真的需要神赐下灵帮助我们，让我们身心灵得以健壮，保守我们不受攻击，有平安、有喜乐、有信心、有盼望。特别帮助我们，让我们跟我们的家人的关系更和睦，修复我们跟家人的关系修复我们在职场上在同事在学校里面跟同学的一些关系，让我们好的人际关系做好的见证，然后也为我们的经济、为我们的财务所面对的一些困境，我们献上祷告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如何在我们的工作上能够赚取神所赏赐的丰盛的一个祝福，解决我们财务的困难。最后，我们为我们个人的身心灵献上祷告。我们或许有一些疾病有一些心灵上的一些困难
辖制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来服侍神。我们等一下有医治祷告的时间，我们可以预备我们自己，等一下在医治祷告时间的时候，可以到台前来得到医治。所以，我们这个时候为我们自己，为我们弟兄教会弟兄姐妹身心灵得以健壮，我们开口来祷告。亲爱的父神，主要我们为我们的教会，为我们自己的献上祷告，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不管顺境，不管逆境，都能够用感恩的心来到神的面前。当我们这样献上我们祷告的时候，神就帮助我们让我们得以身心灵的健壮，让我们在困境当中有盼望让我们在逆境当中有力量可以胜过。主啊，保守我们远离试探，脱离凶恶，不容许一切的罪的辖制，赐下丰盛的帮助我们，让我们解决我们财务上的一些困境跟困难，解决我们身心灵的一些毛病让我们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来为主来做见证特别恢复我们跟家人的关系，跟同事之间、跟同学之间的一个关系，让我们在这些家人当中能够为主做美好的福音，成为祝福别人的人。还要感谢你，赞美你，还要是的主感谢你。接下来为我们教会的同工，为我们各种事工献上祷告我们为我们这些牧者团队、长子同工、服侍团队的首长团契的首长献上祷告，让他们满有属灵的恩赐，有服侍的智慧跟能力。我们为教会的属灵氛围，我们献上祷告求神赐下更多渴慕的灵在我们教会里面，让我们渴慕祷告，渴慕听上帝的话语，渴慕敬拜我们特别为我们教会12月份有许多的事工，特别是福音的事工，我们献上祷告，求神帮助我们在这样的事工当中能够传扬神救赎的恩典传扬神降世与我们成为我们救主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福音。所以我们在10月份有许多这样福音的事工，我们不只参与而已，我们希望能够带领更多的弟兄姐妹来到我们当中的。所以我们为这些事工的献上祷告，为传福音的事工献上祷告，我们开口来为教会的事工来献上祷告。亲爱的父神主，我们教会要成为荣耀神的一个教会成为一个许多人愿意进到这个教会里面来，得到生命，得到亮光，得到翻转的一个教会。主啊，让我们教会成为一个祷告成为一个敬拜的一个教会。主啊，让这个教会弟兄姐妹进到这个教会里面来的时候，他们心得到更新他们心里得到盼望他们的疾病得到完全的医治他们困难得到神的一个解决带来一个新的一个道路，新的盼望神的与我们同在，特别跟我们这些同工们同在，让我们同工们属灵的恩赐跟力量知道如何来帮助我们这种弟兄姐妹更专一心的来归向神。哈利路亚！是的，我们将再一次在我们教会恭敬白乐神的手里，愿神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的教会。哈利路亚！是的，主感谢你，赞美你。哈利路亚！是的，主，我们当我们教会恭敬白乐神的手里的时候，神你要在我们教会掌权作王。哈利路亚！是的，主，感谢你，赞美你。哈利路亚！主，你是我的磐石。主，你是我的磐石，主，你是我的山寨，主，你是我的盼望，我的力量，我的耶和华。主，你是我的磐石。主，你是我的磐石，主，你是我的山寨，主，你是我的盼望，我的力量，我的耶和华。这时候我们邀请大家为我们今天主日敬拜的献上祷告，求神调望我们，赐下更多渴慕的灵、敬拜的灵、赞美的灵，在今天的聚会当中，我们都会为今天各样的服事献上祷告。不止在礼拜堂里面我们这样的服事，我们为主日学的施工来献上祷告，为查经班来献上祷告。我们将所有的敬拜、所有的事工所有的今天在礼拜堂里面进行的，单归荣耀给神。我们特别为今天要讲道分享的瑞平传道瑞平牧师来献上祷告求神使用瑞平牧师他的口来传讲神的真理在我们当中，让我们更明白如何在我们生命当中去回应神的呼召归向神，
我们也为在七美服侍的夏牧师来献上祷告。他目前在七美服侍，所以我们为他在七美教会的澎湖七美教会的服侍，我们献上祷告，求神与他同在，让他的服侍能够祝福当地教会的所有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开口为今天主日敬拜渴慕的灵，为今天的敬拜的讲坛信息，我们都来开口献上祷告。还有是的主，我们单单的来敬拜到我们的面前。主啊，求你是宝座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圣灵要如江河涌流在我们四周围，对我们行。圣灵的活水就进入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就单单的来敬拜你，渴慕你，亲近你。主啊，我们特别将早上的敬拜再次的献上祷告。主啊，我们所有的不是单单就是来荣耀你。我们所有的敬拜单单就是来高举你的圣名。神啊，求你在我们早上的敬拜当中，看见神你的荣耀彰显在这个地方。主，你十架宝座就设立在这个地方。主啊，透过早上的信息的分享，再一次的回应我们的生命在你的面前。我们要不是就白白领受而已，我们要单单从早上的信息当中，要回应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呼召，让我们可以再一次的成为神你所使用的一个好的器皿，在早上的敬拜当中，除了领受你的医治以外，你能够活出新的生命在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再一次的将早上的聚会恭敬摆在神的手里，愿神亲自的掌权作王。这样祷告，奉主基督圣名求，阿们。各位弟兄们，大家平安，我们起立，我们来赞美我们的神，因为他是赐给我们自由的神。哈利路亚。是以前天父他已经爱我，创造我，认识我，拣选我，才拜独生子耶稣基督为我生命，从此进入永恒爱的约定。我宣告，我已得自由。基督不允许他们要赐给我生命，我宣告，我已得自由。基督不允许他们要赐给我们的恩典已经来到，救赎天国的荣耀。我宣告，在基督里我自由。拣选我，他派主圣子耶稣基督为我生命，从此进入永恒爱的约定。我宣告，我已得自由。基督不允许他们要赐给我生命，我宣告，我已得自由。基督不允许他们要赐给我们的恩典已经来到，救赎天国的照耀。我宣告，在基督里我自由。因罪的过去，控告的过去，基督的宝血大有能力，罪的赦免就是你我都变成新，全新的生命耶稣的名。我宣告，我已得自由。我已得自由，基督不允许他们要赐给我
宣告，在基督里我自由，我宣告，我已得自由。基督福音是大能，要赐给我生命。我宣告，我已得自由。基督福音是大能，要赐给我生命。恩典已经来到，救赎的光照耀。我宣告，在基督里我自由。我宣告，在基督里我宣告，我在基督里得到完全的自由。我宣告，在基督里我自由。哈利路亚！一切的捆绑要得到完全的自由。哈利路亚！我们欢迎神降临在我们当中，我们欢迎神降临在我们当中，欢迎圣灵临在我们当中，充满这个地方。神的国度从天降下来，神的光辉照亮在这里，荣耀尊贵围绕在宝座前，圣洁荣光遍满在全地。神的能力，神的能力从天降下来，神的荣美彰显在这里，天使天君匍匐在你面前，大能同在，充满你言语在这里。在这里，荣耀同在，充满在这里，让我们谦卑寻求你，在你殿中与你相遇。
焰燃烧，神的光彩照耀天海，我来的荣耀，比大国先前的，天之的全部万国，下开了神的荣耀，降临这地。我们渴望你的同在，下开了神的荣耀，充满圣洁。我们敬拜你在荣耀之中，我们敬拜你在荣耀之中，敬拜你，我们敬拜你在荣耀之中。是的，主在这里，你的荣耀就在这里。是啊，主啊，在这里，你的平安也在这里。主啊，在这里，你的自由也在这里。主啊，在这里，你的喜乐也在这里。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你的荣耀，不仅在我们的教会当中，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让我们的生命里真的可以发出欢呼、赞美的声音来向着你。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我们全心的感谢，献上我们全心的荣耀，因为你是配得一切尊贵荣耀的神。主啊，我们今天也是待降节第一个主日，当我们点燃第一个蜡烛的时候，也再次的象征那个生命真光，就是主耶稣再次进到我们生命里面。主啊，你是我们生命当中的盼望，是我们生命当中唯一所依靠的。主啊，求你再次的充满我们，再次鼓励我们，使我们的内心当中可以发出那个赞美的声音，因为我们知道那个以马内利的神是永远与我们同在的。主啊，愿你的荣耀就充满在我们的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充满在我们的困难当中，让我们在困难里面再次看见你的荣耀、你的恩典彰显在我们的软弱，在我们的困难当中。我们将我们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也将你所教导我们的祷告，我们一起用这个祷告来做我们最诚心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